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台南道馆9月1日举办建馆29周年馆庆活动，一入门会当看到一群天真可爱珠双宝宝，甲天官热情迎宾。馆庆节目由新固定甲贵树播。请锣鼓。功夫少年透过武术展演，展现青少年身强体健、坚韧心性的修养，传播正能量。能量，希望透过拳和武术，展现他们的青春活力。热情的纳鲁湾舞蹈将活动炸上最高潮。除了精彩表演，在现场还有准备一个活动单位以及书法展，各种动静态节目非常的精彩。活动最后，嘛邀请来宾做伙舞动快乐龙，向前明灯引路，带领大家向平安、欢喜、光明之路前进，甲与会民众度过一个欢乐又有意义的假日时光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